BTS 對決 Blackpink， 呢條係 VS 片，唔係 fans 剪輯。今日唔講人氣，只講邊個嘅聲音形態你更鍾意。3回合對決，睇下邊隊嘅聲音更吸引你。Round 1。之門把聲輕柔脆弱，豐盈流動，情感滲透。跟住到 Rose 把聲鼻音哭腔，辨識度高，豐盈流動，情感滲透。佢哋兩個都係同一個形態，豐盈，一個輕柔，一個有哭腔。Round 2。V 把聲低沉厚實，鋒利感，刀型集中穿透，鋒利。到 Jennie 把聲穩定厚實，壓迫感強，拳型爆發撞擊重量。到 VS 拳，一個刺利，一個撞利。Round 3。Jin 把聲溫暖穩定明亮，豐盈敘事情感滲透。到 Jisoo 把聲沉穩集中溫暖，刀型穩定穿透鋒利。鋒 VS 刀，一個深入，一個穿透。BTS 尖門風 V 刀尖鋒， Blackpink Rose 風 Jennie 拳 Jisoo 刀。好啦，你覺得邊隊嘅聲音形態更吸引你？可以留言。